观众朋友平安，林老师平安，平安，乡亲平安。过一个月无看呀吼。今啊，仔日特别来教咱安那什么撇步，撇步今仔日解对决解决困难问题，撇步。对。老师等下吼会甲咱教讲伊安那解决问题哦，有撇步吼，所以继续听吼。我进前吼，我会记我细汉时迄遇着袂晓的问题有无？计做数学题嘛吼。啊，我就去，我的撇步就是先去困，因为困的时会梦到答案，好笑。对，困进前先祈祷有无？上帝甲我讲者，遮吼做好算的。真正的哦，困的时会梦到呢。哦，梦成张弟兄你好，观众朋友平安。平安平安，所以老师今仔个要讲，个要讲一个有名的做有名的人吼，对吧？迄个人做巧的做。对啦，解决问题撇步。我想着为什么我会想着爱因斯坦呢？因为爱因斯坦伊76岁，就是到我病1岁就死去啊。就离开世界啊！伊是大家人拢知影，伊是一个足聪明的科学家。毋过你若问讲伊是发明啥，拢讲袂出来，伊拢无。为什么无？伊即个人是安怎的？你看伊甲我同时代的人，安怎讲呢？因为伊过身的时候，我已经10岁啊，所以是同时代生伫即个地球顶的人，所以我甲伊掠出来，因为伊的思想甲伊的讲话方法，我足欣赏。你看伊讲的一句话吼，做智慧。后壁毋是有一句话吗？即句话是即个啊，详细说明。详细说明问题，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。就是讲，你若拄着困难，你有法度甲迄个困难的问题讲好清楚，讲清楚，差不多答案就出来了，就是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你的心思，还是讲你的心内有一款郁卒，还是讲你家庭的问题啊，你若会当甲代志讲好清楚，差不多解决了。就是讲袂清楚啦，无法度解决。爱因斯坦讲的啦，所以伊不时拢咧想迄个问题的来源。真正诶吼，我拢是迄做迄数学题诶时，拢是读无伊咧讲啥，要问啥物，化学嘛是物理吼，咁共款吼，毋知影咧问啥物吼。爱因斯坦讲哦，伊朋友甲伊甲朋友讲诶吼，讲我想要爱知影，上帝安怎创造世界？这是伊逐日到拢咧计算吼。伊诶差不多伊诶时间拢投入伫迄个科学诶计算。对伫研究遮科学诶伊个光谱啦，咱讲较早讲光线是直线，伊讲是粒子说，电磁说吼，一个电磁波，还是讲一个粒子的学说，伊就是拢讲遮公式，甲伊写出来。伊讲遮科学的问题吼，我无趣味啊。我爱要知影上帝创造的理路，就讲上帝是安怎创造，伊安怎甲日头挂伫遐，安怎甲地球放伫遮，是安怎转？日头、地球安怎转？速度是偌紧，伊都一直伫遐计算。尤其上帝创造的理路，就讲上帝用什么办法做的，伊是安怎做，一直要甲找出来。除去即个问题以外，其他的代志拢是小可，伊就无趣味啊，所以伊拢无做，伊拢无发明物件。但是伊是上巧的。所有的发明拢对伊遮出来。比如讲，咱即摆会当讲光甲电互相拢有关系，像镭射，咱知影镭射会当医病，佮会当挂工业用，镭射用途足济，就是伊找出来啊。咱就是用伊找出来的物件来制作其他的物件，所以
其他的发明其实是拢照伊的步数来，照伊的理论来。原来是安尼。咱分咱来分拆机械吼，分拆有分足侪方面啊。我即摆分拆机械，就对啊，即个为虾米要讲到拆物件呢？分拆，讲解决问题爱分拆，是毋是？分拆就讲问题足复杂吼，人讲万过树定，就是讲你爱甲代志分路有理路。安尼你才会当真，1968年我咧讲即个就是讲，我得到即个撇步是伫我少年的时，1968年得到即个撇步，后来我学足侪款物件，拢总用即个方法。1968年的时，我学洗车，个修理车，因为较早吼车拢随时会故障，一定爱学会晓修理才会使。家己爱我大生迄眼睛外拍开，我就想讲，哇，遮尔侪物件，我哪有法度通学这？我迄阵就惊一条讲这我无法度通学啊！我就一款物件毋敢学。但是教练分3路解说，3日后我就了解。我就知影讲，哇，这就是撇步啊，佮解分路分拆。伊第一条讲分油路啦，油路安怎分？伊讲油是毋是放伫油桶？我知影油桶足大个，油桶用管来拍去迄个化油器，化油器以后底下会点火，点火以后就爆炸，爆炸就产生迄个动力。油路就讲对油桶一直安那插到化油器，中爱阁有放布，安尼甲伊塞，安尼就简单啦你看油路时就莫看别项，第二，伊分电路，电路就讲对电池，汽车有电池，毋过较早哪有无电池的汽车啦，就是用人手去放发动咱即摆拢总有电池啦就对电池到发电机，然后伊安怎走到较早叫做高压的可以路，即摆拢无人咧用可以路即摆拢用电子，就是讲用水浸泡，用迄款来产生高压，高压产生以后到火烛通点火，点火就是点火汽油才会当爆炸，所以油路你看，甲拄则甲即阵的电路两个合起来。电路就是要点火的，电路当然佫有要安怎产生？伊就发现来第3路，就是传动的系统，就讲迄个气缸已经爆发，爆发产生迄个动力要哪甲传去链哪会转？这个分析咯，所以分3路来解说啦，3日的时间。就解说了，我就会晓。3日就会晓修理啊。对，这是我的撇步。后来我就会晓利用这个撇步去学各项物件。我后来做收音机啦，修理飞机的仪表啦，还是讲做音响拢总用这个步数。甲困难拢是安尼解分。所以分拆最重要的就对啊，那样分拆最重要。好，这个是好。所以伊讲啥物话？观众朋友开始开讲搁你食饭一边看阮开讲真感动多谢老师做巧的，有人讲安尼3工就会晓修理啊。无啦，毋是讲会晓，就是讲了解袂阁惊。了解就无阁惊，因为我本来是足惊的嘛。这个孟成弟兄，伊讲伊嘛修理飞机的仪表。对，之前嘛是林老师嘛是离飞机场对吧？什么亚航对吧？亚航对。嘛是你修理迄电的安尼嘛？对，这个自动驾驶的部分啦。感觉做成诶，这机器拢做成诶。后来分拆人生，人大家拢咧讨论人生足侪人咧写文章足侪，但是我真简单啦，我真简单了解人生人
是肉体甲灵魂两款来组合。嘿，肉体就是两款组合的，干那肉体毋是人，干那灵魂毋是人，一定爱两项合起来。所以我就甲伊分拆个肉体，这是看会到的部分。看会到的部分是为人来生，死后就变成土粉，就变土啦。这是肉体。灵魂是看袂到的，为上帝来，要去倒转去上帝遐。一个看会到，一个看袂到，两款物件合起来才是人。所以人有感情的拢看袂到。来，人甲上帝佮甲分拆，人是人，上帝是上帝，要安怎有啥物关系？佮甲分拆迄个关系。人无爱听上帝，这是人，因为安怎讲呢？亚当就是选择讲迄个好歹树分别好歹的树，我要食。我要家己做上帝，我就会当上帝。因为魔鬼有甲伊讲你着像上帝遐尼聪明，遐尼牛啦。所以就甲伊食落，要互通甲上帝平牛，会晓知影好歹。就是家己做上帝。其实家己想要做上帝，这就是撒旦的本质啊。魔鬼就是安尼来，伊本来伫地势。后来家己要做上帝，毋正离开上帝啊！所以咱若离开上帝，就是军队魔鬼。军队魔鬼，咱上帝知影讲，这是无希望的，将来拢是袂无。所以上帝因为听世间人，伊就设法要拯救。这就是目前咱的关系啦。上帝想尽办法，伊的办法是啥呢？我就是要分拆迄个，伊的办法是啥？以后我就要来讲伊的办法。真重要办法。所以咱来伊照着一本圣经来讲，圣经有哪爱分拆，无你读袂。我读圣经，我读袂，我有哪读袂晓。读几档的，毋知影意思。知影是干那段时的，那像咧看故事。有足侪人甲圣经做迄个教科书咧研究呢。做教科书我伫这发现无效。那像讲会当读较足好，但是无效，因为圣经爱分拆，甲人分拆共款。圣经分两部分，一部分看会到，一部分看袂到。看会到的，咱知影这本圣经是对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阿兰文写的。上帝启示伊竞选的人来完成，翻译做2000，共要2000本，2000种的语言。所以圣经咱看会到的部分就是安尼。对，有人讲伊甲圣经做饭食，食了有哪无路用？食了你是食这个部分，所以咱来分拆圣经你知影圣经内底佫有一项物件足重要。对，有一个人讲无灵魂就变什么？尸体啦。来无肉体就变鬼，所以袂使欠一个可以减肥，是安那。所以咧，就是讲有另外一个佫足重要诶，无即个就袂当读。圣经内底。佫有一项，那像人有两项合起来，圣经有两项合起来。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，上帝的话放伫内面，上帝的话你看袂到。所以咱叫圣灵，把伊当作圣灵。看袂到，上帝的灵运行伫读者的心中。就是讲，你若读圣经，上帝的灵若运行伫你中间，你就了解。上帝的灵若无运行伫你的中间，你就袂了解。你就开始讲为什么上帝安尼会安尼对无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讲你爱接受。你要看圣经以前祈祷，爱接受有上帝，上帝就会感动你、启示你。你若认为无上帝，你要甲圣经读好足够，通甲人辩解、辩驳。那安尼你会当读到啦，读个你内底内容你毋知，你用外表去甲人辩论，毋过内底灵你看无，
对，迄个灵的部分你毋知，变成你读的圣经是一半尔。所以上帝的灵是真重要，就是讲，因为上帝的灵来启示人写圣经，所以圣经毋是人写的，会当安尼解说。既然因为咱知影哦，较早伫旧约圣经哦，耶稣未出世以前，就已经写耶稣出世的代志。你想迄个写的人敢知？敢知影讲将来？伊应该毋知伊咧写啥。伊毋知影伊咧写啥，大部分拢毋知啦。但是伊写了，等到等了1000年后，这个代志拢出现啦。咱就了解讲，原来圣经毋是人写的。既然是上帝写的，你必须看圣经，要有圣灵伫你的中间，若无采工啦，加看。无采工，对。所以耶和华甲敬畏伊的人亲密，佮要将伊的约来指示因。就是讲你甲上帝亲密，伊特别甲你亲密，然后伊的新约旧约，伊的约就是讲伊的话特别指示你。你就了解，因为我较早有迄个经验吼，迄个经验，若要佮讲，就爱佮用长的时间啦。咱今仔日敢若要讲分拆的部分，分拆圣经的道理吼。咱读的圣，咱为什么讲爱一定要有信心呢？若无你读无，为什么你看？咱读的圣经是对翻译来，拄则讲啊，希伯来文啊，希腊文翻译来。甲原文哦，定着有争差啦，翻译个册拢安尼啦。个第二点来讲，咱毋是希伯来人，咱毋是犹太人，咱也无法度了解因的传统的文化，甲因用的语言。像咱讲台语，足侪人听无。像我讲台语，足侪人听无。若台语的人，你讲国语，伊嘛听无。你若讲国语，我嘛是听无啥有咧。是，无了解。无了解，我讲台语，我知影我讲啥。人若讲台语，我听我了解。因为有一寡特殊的话，像我拄则咧讲满过秋田，满过秋田，足侪人拢听毋捌。就是讲你代志爱找出迄个理路。我捌迄条瓜刺瓜、金瓜、什么菜瓜。秋田来讲，你爱知影即粒瓜是对是怎生出来。你是毋是爱对田了树去？南瓜秋田。所以这是台湾话咧讲的一句俗语啦。是。若毋是讲台湾话，人当然毋捌。来，咱要来考逐个啊，对无？来即句话台语安怎讲？哥林多前书8章2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越读越不知道，毋知影在讲啥，知影毋知影，毋知影啥物，毋知影，对无？台语安怎讲较好势？简单的，咱甲台语讲出。看觅啊哦，喂，有一个听有，听有的人，对，听有的人要讲一个，听有。伊讲听有，应该是讲听有。知影意思啦，伊知影意思啦。但是要讲台语安怎讲，甲咱来看后壁听得答案。老师要直接讲答案嘛？好。就是讲人若想讲家己捌代志，其实照伊所捌的，通看出伊还佫毋捌。意思到底是捌还是毋捌？就是讲照伊所捌的，其实是毋捌。像咱前礼拜咱的咱的文静小姐伊有讲，伊有地方的时，有想讲家己会当行的，因为伊知影路通去转去厝，离厝也无介远啊，要行5分钟、10分钟就到。伊就家己行路要转去，结果咧，行毋着平。行毋着平的是，你敢知影讲你毋着平？毋知影，佮继续行。所以讲，你看你所知影，其实你嘛是毋知。是。你了准你知，其实嘛是毋知。照你所知的，照你所做的，通看出你实在毋知。是。所以大人看会出来，囡仔人伊变啥物梦对无？
人讲你是阮囝，你想啥我拢知影吼。安尼，好，来，因为你家己讲，圣经也启示了有一层哦，伊讲了真好，讲因为你家己讲，我是好囝，已经发财，拢无欠亏。讲这话人足济啦，其实你毋知家己是困苦、可怜、丧凶、青迷、疼痛。你讲你做好囝，你敢知影明仔载会安怎？毋知影，毋知影其实你毋知影家己是困苦。你若灵魂无得救，就讲你无依我，毋知影要靠啥物啦，毋知影死后要走去佗。伫遐你是困苦，你是可怜的，因为你无目标，你活咧毋知影咧创啥无目标。你是做见笑的，你是疼的，你想讲你穿甲做斯文。人拢做尊重的，毋知影讲你内底空空，人无甲你看伫眼内。青迷就讲圣经明明安尼写，你既然看无，是毋是甲青迷共款？就是迄个意思讲。人安尼讲，道理就是是安尼来。你既然毋知，咱就知影讲，好来，咱今日到遮就好。是，所以今仔日学着。撇步啊无，观众朋友，会甲恁解决代志的撇步，嘛当写落来，互阮知影吼。即个节目是每礼拜一下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科莫基金会吼，泰国诶，甲台南信教会做伙主持诶节目吼，嘛希望借着咱讲台语诶，当搁较明白即个台湾。也是台语的世界啊，用台语来读圣经，真欢喜。今仔日老师，多谢老师的陪伴，感谢，感谢嘿，对。有人讲有嘛是有啥物哦？迄个人讲有，毋知影有啥物吼？多谢来观众朋友，互阮做者爱心吼，佮支持阮吼，去甲阮按赞。感谢吼，多谢安尼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大家空中再会，多谢老师，平安。感谢。